嗱，你而家先唔好急住劃走企定，聽清楚你最近有冇發現屋企突然出現一啲以前冇見過自己又一時解釋唔到嘅變化，例如明明門窗都閂得好好，但窗邊或者露台年歲幾日都有支細小動物走過嚟，佢唔嘈唔叫，亦冇破壞任何嘢，只係靜靜嘅停喺同一個位置。又或者你屋企有一盆植物嘢已經行細枝而奸到好似一隻就當你。本嚟係住過兩熱，連憑吊早點知冇籌拉開窗簾，竟然見到泥邊冒出一點令綠色嘅星芽。仲有一種情況更加令人先利發毛，就係夜晚返到屋企，燈冇換過，家私冇遇過，但你突然覺得成間屋比平時光蒙通透，空氣冇咁焗，甚至仲有一陣淡淡嘅清香飄過，但你行完全屋都揾唔到來源。遇到呢啲情況，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唔係冷靜觀察，而係自己嚇自己，懷疑屋企風水係咪出咗問題，甚至急住攞掃把揀走小動物，將啱啱出芽嘅植物調走，聞到陌生氣味就成晚唔敢瞓。但我今日要同你講，有啲睇落奇怪嘅現象未必係壞事。按照民間流傳落嚟嘅風水觀念，當一間屋經歷過一段混亂壓抑，家人容易爭吵，或者人人返到屋企都冇精神嘅日子之後，如果環境開始恢復生氣，最早出現嘅通常唔係戶口突然多咗一筆錢，亦唔係所有問題一夜之間消失，而係一啲非常細小甚至容易被誤會嘅改變。一隻溫和嘅小動物願意停低一盆差啲被放棄嘅植物重新發芽，而一間本嚟令人覺得沉重嘅屋突然變得舒服。呢啲現象真正提醒你嘅，未必係有神秘力量要送金人入屋，而係你嘅生活環境、家庭氣氛同埋住喺入面嘅人，可能已經開始由低沉慢慢轉向穩定。不過你一定要聽清楚，唔係所有動物入屋都係好兆頭，唔係所有刺蝟都可以當成吉祥，更加唔係植物一出芽你就可以衝動借錢投資。今日我會同你逐樣分清楚邊啲情況可以平靜觀察，邊啲問題一定要立即處理，同埋當屋企開始出現好轉跡象嗰個陣最唔應該做嘅係咩？其實真正嘅風水從來唔係淨係將屋企擺咩事務、掛咩字畫，亦唔係見到手手異常就立即判斷有福定有禍。真正影響一間屋氣場嘅，往往係最普通、最容易俾人忽略嘅事情，例如光線夠唔夠、空氣流唔流通、大門口有冇堆住鞋殼同紙箱、廚房同洗手間係咪長期潮濕、屋企人返到嚟之後係覺終於可以放鬆，定係未踏越門口，個機心已經開始沉落去。你一定去過一啲屋舊，地方唔算大，裝修亦唔豪華，但人一坐低就覺得舒服，長嘢自然柔和，連呼吸都順啲。亦有啲屋明明空間唔細，燈又開得好光，但一入去咧就覺得煩攰，唔想久留。一家人更加容易因為一兩句小事咧就起爭執點幾回。咁因為人同環境一直都互相影響，一間屋如果長期堆滿雜物，窗簾一年到晚拉埋，空氣唔流通，開燈冇人還，積戶逐頻枯萎，住喺入面嘅人好容易變得冇精神，做事拖延，脾氣亦越來越急。相反，當你開始清早冇用嘅物件，打開窗俾陽光入嚟，將濕氣同異味處理好，屋企人長嘢少咗埋怨，多咗體諒，環境就會一點一點咁變呢。種變化唔會好似四入面咁轟轟烈烈，唔會今日自換屋，聽日就有人送一大筆錢俾你，但你會先發現自己冇咁容易煩躁。以前成日拖住唔想處理嘅事，突然肯開始做一家人食飯，嗰陣守咗黑面，夜晚返到屋企，亦冇再覺得成間屋壓住自己。民間風水都會將呢種狀態係做生氣開始回來。所謂生氣唔一定係肉眼睇到嘅神秘光芒，而係一間屋重新有咗流動，有咗秩序，有咗令人願意停留嘅感覺。所以當小動物願意喺附近停低，積木由艱枯轉為發芽，屋企由谷促變得清爽，古人先會將呢啲現象視為提醒住喺入面嘅人，嗰段最辛苦、最混亂、最令人透唔到氣嘅日子，可能開始慢慢過去。
但呢啲只係民間文化入面嘅象徵性理解，唔代表所有自然現象都有神秘含義。真正有智慧嘅人唔係乜都唔信，亦唔係乜都盲信，而係先冷靜觀察，再分辨原因，最後先決定點樣處理。你又講接落嚟3個現象全部聽完，因為第一個最容易令人嫌棄，第二個最容易令人產生幻想，第三個就最容易令人自己嚇自己。第一個現象就係有一啲性情溫和嘅小動物主動喺你屋企附近停留，可能係一隻雀仔連續幾日停喺同一個窗台，可能係一隻流浪貓每日朝早走到門口曬一陣太陽，亦可能係一隻細小嘅壁虎，成日喺露台或者窗邊出現，見到人就走，從來冇破壞過任何嘢。好多人一見到動物肉屋就立即問，係咪代表有財源有貴人？但你有冷靜啲，動物唔實睇你銀行戶口有幾多錢，亦唔會預先知道你幾時升值。佢哋最直接感受到嘅就係呢個地方安唔安全、靜唔靜，有冇食物，有冇遮風擋雨嘅位置。如果一隻本嚟對人有戒心嘅小動物願意一次又一次喺你屋企附近停低，自首反映呢個位置令佢覺得冇咁危險。民間點解會將呢種情況理解成有生氣？因為古人相信萬物都會靠近令自己舒服嘅地方。一個長期嘈嘈、污濁、充滿刺激同危險嘅環境，動物自然唔願意停留。相反，一個相對安靜乾爽、有人次但又唔帶威脅嘅地方，就容易俾小生命佔中。從象徵角度嚟講，如果一隻溫和嘅小動物冇造成破壞，亦冇帶嚟衛生或者安全問題，只係安靜咁停留，呢個現象至少提醒你間屋仲有一個令生命願意接近嘅角落。而一間屋有冇福祉，有時唔係睇佢有幾豪華，而係睇入面嘅人仲有冇耐性，有冇善意。見到弱小生命嗰陣，第一個反應係傷害，定係先退後一步睇清楚情況？有一位獨居嘅太太，年紀大咗，仔女唔係成日返屋企，有段時間佢情緒好低落，朝早起身唔想開窗，屋企亦越來越靜。後來有一隻流浪貓，成日朝早走到佢門外爭地氈上面，瞓隻貓唔嘈唔叫，曬夠太陽就走。慢慢呢，佢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就係開門睇下隻貓有冇嚟，因為有清理門口，佢開始每日掃地。亦因為呢隻貓同鄰居多咗話題，個人冇以前咁封閉。你發隻隻貓帶錢俾佢嗎？未必。但隻貓嘅出現令佢重新留意生活，重新打開道門，重新同外面嘅世界有咗接觸。有時所謂運氣轉變，並唔係天上跌咗一大金落嚟，而係一件細小嘅事，令你重新躍起身。當一個人由封閉變得願意交流，由凌亂變得開始整理，由日日埋怨變得肯照顧一個細小生命去作出嘅決定，自然會同以前唔同。不過有幾種情況一定要分清楚。如果屋企突然出現大量曱甴、老鼠、白蟻，或者會咬爛實物同電線嘅動物，呢啲唔係叫你坐喺度等好遠，而係提醒你衛生結構或者實物存放可能出咗問題。如果見到蛇、蝙蝠或者任何可能令人受傷嘅野生動物，唔好自己捉，先將小朋友同寵物帶開，再讓合適人士協助。如果隻雀仔築巢，亦唔好隨便伸手摸蛋，或者有料遇到呢個現象。最正確嘅做法唔係拜，亦唔係揀，而係先分辨冇危險，就俾佢一點空間。有衛生問題咧，就清潔環境；有安全風險就揾專業下做。你個平靜、善意同判斷力本身就係一間屋最重要個 key。第二個現象就係一盆你以為已經冇得救嘅植物突然重新出芽，甚至開花。呢種情況好容易令人產生幻想，因為你望住佢枯咗咁耐，嚴寒之間淋水又冇反應，搬位亦冇起色。到最後你心裏面已經認定佢死咗，只不過未得閒調走。點知有一日經過窗邊，無意中望多一眼，竟然見到接近地面嘅位置冒出一點細細嘅綠色鱗芽，細到要彎低身先睇得清楚。有啲人一見到就立即話呢，
過一定係大吉之兆，代表自己就快有行財，做咩都會順。但你要記住，植物重新生長，首先使一個自然現象唔可以未睇清楚原因就將佢變成一張發達保證書。植物會唔會復甦，通常同光線、溫度、水分、泥土同根部狀態有關。有時你以為自己乜都冇做，其實間屋已經變咗。以前窗簾長期拉埋，而家周早會打開。以前盆底急水，而家換咗一個排水好啲嘅位置。以前周圍堆滿紙箱，空氣唔流通，而家節走咗一半。甚至以前你心情差，淋水有一日冇一日，而家生活慢慢穩定。照顧植物亦開始有規律。植物唔識講說話，但佢對環境嘅反應好誠實，所以民間先會將枯木逢春視為生氣回來。因為一樣原本停止生長嘅生命，當環境重新適合，佢就可能再次躍起身。呢個畫面亦好似人生。有啲人一段時間乜都唔想做，周早起身覺得攰，見到電話唔想覆。明明有件事應該處理，但一拖再拖。你唔一定係懶，可能只係壓力太大。個人好似一盆缺光缺水嘅植物，慢慢收埋自己。外面睇落冇反應，但根未必完全死。只要環境開始解散，休息夠手有人同你講一句體諒說話，或者你終於肯將一件壓住自己好耐嘅事處理咗，個人就會重新有力。植物重新出芽，最有價值嘅地方唔係預言你幾時發財，而係提醒你一樣你以為已經完咗嘅事，未必真係完一段關係，可能仲有機會修補一個擺低咗好耐嘅計劃，未必永遠做唔返一個覺得自己冇用嘅人，亦未必失去能力，可能只係需要一點光、一點空間，再加一點耐性。不過見到植物出芽，千祈唔好心急。有啲人一興奮就不停淋水加肥班位剪枝，以為做得越多棵植物就生得越快，結果反而傷咗根。人嘅運勢亦一樣，生活啱啱有少少起色，最忌諱就係貪快先有一個工作機會，就立即借錢做自己完全唔熟悉嘅生意，先儲到少少錢就心急投落高風險項目，一段關係先好反少少就逼對方即刻作出承諾。呢啲咧就好似將啱啱出芽嘅植物用力向上拉，希望佢一夜之間變成大樹，最後只會傷根。見到植物復甦，最正確嘅態度就係穩定，剪走真正間死嘅部分，檢查盆底排水，抹走葉面灰塵，擺最適合嘅光線位置，再俾佢時間慢慢恢復。如果植物已經腐爛，有臭味、發霉或者造成過敏，就唔好因為意頭而勉強保留風水，唔應該凌駕健康同安全。需要放手嘅時候，好好清理，亦係整理生活嘅一部分。真正嘅花開富貴，唔係屋企擺咗幾盆花，而係生活有健康嘅根開支，有規劃。家人肯溝通身體有問題，願意處理，遇到困難有人肯面對跟穩，枝嘢先有機會長久。第三個現象就係你突然覺得間屋比以前光猛通透，甚至出現一陣令人舒服嘅淡淡香氣呢，一種感覺最容易令人胡思亂想，因為佢唔是小動物咁有實物俾你睇，亦唔是植物出芽。咁可以慢慢觀察，佢只係一種感覺。你夜晚放工返到屋企，打開道門，明明燈仍然係個幾轉家私，亦冇搬過，但你突然覺個客廳擴咗，空氣冇以前咁焗咗落，梳化個人自然鬆咗，甚至聞到一陣似花又似金桔嘅清香。你行去廚房睇冇人煮嘢，屋企亦冇點香冇噴香水呢，個時候好多人就開始驚，懷疑琴日有啲睇唔到嘅東西。但我一定要提醒你，遇到來源不明嘅刺蝟，第一步永遠唔係猜，而係查。因為所謂香味唔一定安全，有啲電線或者電刺開始過日，初可能帶住一種膠味或者甜味。有啲煤砌清隻雞、油漆同新家私散發出嚟嘅刺蝟，亦可能令人誤以為係香。有啲地方發霉，當濕度改變時，味道亦會突然明顯，所以聞到不明刺蝟。先打開窗，保持通風，
關掉唔需要使用嘅電池，檢查廚房廁所、拖板、冷氣機、水渠同囚室角落。如果刺蝟遲睡唔散，或者開始頭痛暈、先口唔舒服，就唔好再留喺屋裏面慢慢暈。原因先離開現場，再入客試人士檢查安全，永遠行先唔可以。因為聽過一啲民間說法，就將真正嘅危險當成吉兆。但如果你已經仔細檢查過，冇電刺過熱，冇霉刺問題，冇發霉刺蝟，只係短暫出現暈落，自然恢復，咁就唔需要自己嚇自己。有時來源比你想象中普通，可能就係窗外有棵樹開花，可能就係鄰居洗完衫，風吹咗少少味道入嚟，可能就係屋企最近清潔咗窗簾、梳化頭同地氈。原本嗰股舊味消失之後，你先聞得到其他清味氣味。至於點解間屋會突然令人覺光芒確落，原因往往更加實際。你可能只係清走咗門口幾箱雜物，搬開一張冇人用嘅凳，拉開長期遮住窗邊嘅後窗簾，剝乾淨玻璃，或者換返一盞開咗好耐嘅燈，逐樣睇好似好少，但加埋一齊喺光線會反射得更均勻，空氣行得順啲，人行路唔使成日避開障礙，個腦收到嘅壓力少咗，自然會講間屋鬆動咗。民間會將呢一種情況叫做明堂見開，意思唔一定係真係有一潭金光就入屋，而係一個空間由閉塞變成通暢，由壓人變成養人。一間屋開始養人，最大嘅好處唔係即刻令人發達，而係令人冇咁容易煩躁。人一煩躁，好多決定都會做錯。一封訊息未睇清楚就亂覆，一件小事未問明白就同家人爭吵，見到投資機會怕折數，為了解就落錢。但當你返到屋企，環境令你放鬆，少少個攞，有機會慢返落嚟，你就會睇清楚啲，聽清楚啲，亦會少做一啲令自己後悔嘅決定。所謂運氣變好，有時唔係外面突然出現奇蹟，而係你終於冇再喺最爛、最攰、最急嘅狀態之下做決定。真正嘅好轉令人更加清醒，唔係更加貪心；真正嘅好氣場令人更加平靜，唔係更加衝動。聽到呢度，可能有啲朋友開始心激嚟嚟脆，發現自己屋企冇小動物停留，植物亦冇重新出芽，更加冇聞到任何清香。咁係咪代表自己冇福氣，屋企仍然行緊衰運？我可以好清楚咁同你講，唔係。呢三種現象只係民間用嚟觀察環境變化嘅象徵，唔係判斷一個家庭命運嘅唯一標準。有人住高樓窗外，根本冇適合雀仔停留嘅地方；有人屋企從來唔種植物，自然唔會見到枯木重新發芽；有人後住冇咁敏感，亦唔會特別察覺到氣味變化。每間屋嘅條件唔同，每一個家庭嘅好轉方式亦唔同。有啲屋嘅第一個改變係一家人終於願意坐低食一餐飯；有啲屋係長期欠交嘅賬單開始逐樣處理；有啲屋係一個成日發脾氣嘅人終於肯揀一句對唔住。亦有啲屋只係由每日一開門就見到滿地雜物，變成終於有一條乾淨嘅路行入去啊！呢啲睇落唔神奇，但先係最實在嘅轉變。真正長久嘅福氣唔係靠一個偶然現象，而係靠住喺屋入面嘅人點樣生活，點樣減縮或點樣處理問題。如果你想由今日開始主動解散屋企嘅生氣，唔需要買昂貴法器，亦唔需要將屋企擺滿所謂招財物件，你只需要由大門口開始。大門係每日出入必經嘅位置，亦係你返屋企第一眼見到嘅地方。如果一開門就見到爛鞋、紙箱、花雨傘、過期單張同一堆唔知幾時先會處理嘅雜物，個人為入屋已經會覺得煩。你可以先將半年冇作過嘅鞋收好，調走爛咗又唔會再用嘅物件，清走空紙箱。唔好將蠟燭長期放喺門邊，再用乾淨布抹好門，把門框同附近地面。第二步係處理光線壞咗嘅燈，要換閃爍嘅燈。要處理門口，唔需要光到刺眼，但至少要令人睇清楚路，唔好長期黑沉沉。亦唔需要為咗所謂招財成晚，開住所有燈穩定柔和。
足夠使用就已經可以。第三步就係處理刺蝟，先通風，先清潔，唔好用濃烈香水遮住廚衛、舌衛或者微衛舌櫃，又定時打開套廁室時，又晾間地氈，有衛就清洗水廚，有問題就真正處理。如果想加一點自然氣味，可以短時間放一小片新鮮陳皮喺間正碟上，但一變間變色或者出現水汽就要掉走，唔好擺到發霉惹蟲。第四步係保療空間門口，唔好擺太多裝飾，唔好用大成植木或者尖銳木件阻住行路。大門最重要唔係後發，而係乾淨傾草，容易出浴。當你每日返到屋企，第一眼見到嘅係一個整齊光線、穩定冇異味嘅浴口，個人會自然鬆一口氣。呢一口氣睇落好少，但可能令你入屋之後少講一句重話，願意聽多加人一句，亦可能令你記得處理一件拖咗好耐嘅事情。風水真正有用嘅地方就係透過整理環境，幫人潤返清醒同秩序。門口通路先通，屋企少一點混亂，個心係有空間睇到下一步。最後我想同你講，無論你屋企有冇出現今日提到嘅3種現象，都唔需要驚，亦唔需要心急。小動物願意停留，可以提醒你保持善意同冷靜，但遇到害蟲同危險動物，一定要正確處理。植物重新發芽，可以提醒你有啲事情未必真正失去希望，但唔代表可以貪快，更加唔代表財富一定會突然降臨屋企，突然變得明亮舒服。可以提醒你環境正在改善，但任何來源不明嘅刺蝟都應該先檢查安全。你要記住，真正嘅好兆頭唔會令你失去長實，真正嘅好運亦唔會令你變得更加衝動。如果一件事令你更加平靜，更加願意整理生活，更加珍惜屋企人呢，個方向通常唔會錯。如果一件事令你滿腦幻想，一意暴富，甚至想借錢冒險，咁你就要停一停。命運好多時唔係由一個神秘現象突然改寫，而係由你每日做嘅細小選擇慢慢累積。你願意清理一道門，可能就少咗一份煩躁；你願意照顧一盆植物，可能就重新學識耐性；你願意對一隻弱小動物保持善意，可能就提醒自己唔好對身邊人咁急；你願意檢查一陣不明刺蝟，可能就避免咗真正嘅危險。呢啲先至可以留得長久嘅福氣。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就訂閱頻道同打開通知。之後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貼近日常、容易理解，亦唔需要花大錢嘅民間風水智慧。你亦可以點讚，再將呢段內容分享俾一位見到屋企有奇怪現象就容易擔心嘅親人或者朋友。等佢知道遇到事情唔需要先驚，更加唔好隨便傷害小生命。如果你希望屋企人相處和順，生活慢慢穩定，就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家和氣順緣。你由今日開始，屋企多一點光，少一點亂說話；多一點體諒，少一點埋怨做決定；多一點清醒，少一點衝動。真正嘅福氣唔係突然撞月文，而係你整理好自己之後，終於有能力將佢留低。祝大家家宅平安，身體健康，生活一步一步行得更穩。